伊朗甲以色列的冲突当中，以色列甲因用因的防空系统，有甲大部分伊朗拍过来飞弹砸落来，效果袂歹。不过台海因为离较近，专家讲各军事的嘛有相关的系统，不过反应的时间较短，要甲解放军的飞弹砸落来，嘛会较困难。 飞弹像流星雨一直伫夜空飞过，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继续升悬。伊朗部分飞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网，互伊国城市受到损害人员伤亡。不过，其实以色列的多战术防空系统发挥作用，伊朗的飞弹威胁多数拢轰炸落来。以色列的反弹道飞弹能力的话，它主要还是在于说前面的剑2、剑3以及它大卫投石所这一类的铁穹系统，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它的价格，二方面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拦截这些70公里以内呢可能不具备导引能力的便宜火箭，去让它不会对人口稠密处进行威胁。以色列分战防区的防空系统，包括有名的铁穹系统、单位透照所甲战术反导系统，各有用途。其中战术三平系统负责顶战防区，会当查到正伫大气张挂的远程大导飞弹；单位透照所会当有效查到70至250公里内中战空袭目标；铁穹主力查70公里内的低点飞弹炮弹。美国伊国防空系统，台湾同款也有爱国者甲中山顶多战术防护网，也毋过专家提醒，因为台海距离底，若发生冲突，有经时间更较少，相对查到的难度也提高。比如说像远火部队这种远程火箭弹的攻击，我们如何针对这样的武器实施所谓的侦测跟拦截？整个台湾的这个防空体系里面，它必须在做更完整的评估。因为以色列伊朗冲突还未停，能够拢关掉空袭，能够做以色列代表处15协助14位滞留以色列的咱国民众撤离。已经安全到约旦，另外有9名台湾人伫伊朗境内，相关主管管处拢有甲因保持联系，专业协助想要离境的咱国民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